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3月初3，箴言22章24到25節安尼講：毋通拖磨求好業，著有智慧家己約束。你目一個呢，錢財就無去，因為伊的發洩，親像鷹鳥飛上天。三個來祈禱，愛願無為着錢財來拖磨的天父，願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創造宇宙萬物的真神上帝，你是享受豐盛活命的主宰。主啊！你予田野的樹木滅結果子，土地滅出土產。主啊！你也要予阮佇你的內面安然徛起，因為阮是你草場的羊，是你的子民，你是阮的上帝。主啊！人年年之間想要得到財富，用心計較，想要好業，總是無智慧來追求真理，結果攏是空空。主啊！求你幫助阮，毋通拖磨求好業，著有智慧家己約束，因為阮目一個呢，錢財就無去，伊的發洩，親像鷹鳥飛上天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